As I study the 當我研 scriptures, 讀緊經文嗰陣，有一啲字會格外引起我嘅注意，因為佢哋喺我人生經歷入面具有特殊嘅意義。我以前係一位法政會計師，由於呢項專業背景，和諧一致呢個詞喺我讀經文嗰陣格外引起我嘅注意。我嘅工作係應用會計、稽核同調查技巧，令財務記錄同報告金額一致。換個講法，我嘅目標係令財務報告同相關文件保持一致，確保資料準確同有效。我花咗好多心力去解決所有唔一致嘅情形，即使只係細微差異嘅數字，都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去查清楚。呢啲情況其實好常見。使徒保羅懇請哥林多人要與神和好，與神和好意味住重新返到同神和諧嘅融合狀態，亦都係當我哋因為罪惡或者行為令我哋同神嘅關係變得繃緊破裂嗰時，去修復我哋同神嘅關係。簡單嚟講，同神和好就係將我哋嘅意志同行動與神嘅旨意保持一致。用我哋親愛嘅先知羅素納爾遜會長嘅話嚟講，就係俾神喺我哋嘅生活中得勝。正如經文教導，我哋有自己採取行動嘅自由，選擇永遠死亡的道路或永恆生命的道路。但係如果我哋唔努力，呢份可以自行採取行動嘅自由，就可能導致我哋唔可以同神嘅旨意保持一致。先知雅各教導，當我哋發覺自己同神唔和諧，無法保持一致嘅時候，要重新達到與神和諧呢個目標，唯有藉着基督的贖罪來與神和諧。我哋必須明白呢份和諧取決於慈悲，亦即係話喺耶穌基督仁慈嘅贖罪之舉，使我哋能夠與神和諧。請你喺沉思自己嘅生活嗰陣，諗一諗，曾幾何時由於你自己遠離神而覺得同神疏遠咗。例如，你或者變得冇咁努力咁向神祈禱，或者遵守佢嘅誡命。正如我哋選擇令自己同神疏遠一樣，我哋一定要選擇着手開始，努力令自己與神和諧。主強調我哋當中要負起嘅責任。佢話：靠近我，我就靠近你們；勤勉尋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們就得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救主會點樣幫助我哋復原同調和呢段重要嘅關係？對我嚟講，當我跟隨納爾遜會長嘅忠告，每日悔改嗰陣，就係喺呢個與神和諧嘅旅程裏面，大幅咁向前邁進。原因係與神和諧嘅涵義，包括藉住除去罪惡嘅阻礙，嚟復原破裂嘅關係，尤其係神同人嘅關係。我哋喺經文裏面讀過其中一次與神和諧嘅偉大經歷，發生喺以羅士嘅身上。佢生活裏面有一啲事同神嘅旨意唔一致，佢以身作則，話俾我哋知點樣靠耶穌基督嘅贖罪嚟與神和諧。佢向我哋展示出佢悔改嘅渴望、謙卑同專注同決心。當佢聽到一個聲音臨到佢身上話：以羅士，你的罪得赦了，你必蒙福。嗰陣佢就係確認自己已經與神和諧嘅時候。以羅士認出悔改以及與神和諧帶俾佢嘅影響。佢話：我以羅士知道神不會說謊，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與神和諧唔單止會消除我哋嘅罪惡感，仲會俾我哋同自己和好，同他人和睦。呢份和諧能夠醫治我哋嘅關係，軟化我哋嘅心，同鞏固我哋嘅門徒職分，俾我哋喺神面前更加自信。與神和諧嘅另一個果子，就好似以羅士形容咁話：我以羅士聽了這些話以後，對主的信心開始變得堅定不移。呢段教導帶俾我極大嘅希望同自信。喺我好細個嗰陣，我嘅外公有個好大嘅車厘子果園，我有機會喺果園裏面工作，而且通常係喺夏季準備車厘子收成嘅時候。我年紀細嗰陣，最多就係接住大人遞過嚟嘅籃，
爬上樹，逐粒車厘子摘落嚟。外公買咗一部車厘子收割機之後，收割車厘子嘅方式就變得好唔同。呢部機器會叉住棵樹嘅樹幹，搖棵樹，令啲車厘子由樹上面跌落到收集嘅網上面。我注意到一件事，就係當收割機開始搖樹身嘅時候，幾乎所有嘅車厘子都喺幾秒之內就跌晒落嚟。我仲注意到，唔理呢棵樹只係搖咗10秒，定係1分鐘，有啲車厘子就係唔會跌落嚟。佢哋的確係堅定不移。之所以能夠將車厘子由樹上搖落嚟，係因為釋放咗乙烯，呢種激素會令連結樹幹同車厘子嘅細胞層變得脆弱。由於連結嘅地方變得脆弱，成熟嘅車厘子嘅果梗就更加容易由連接嘅樹幹上面跌落嚟。我哋喺經文度學到，耶西的本係對彌賽亞，即耶穌基督嘅隱喻，因為預言話耶穌基督會出自耶西嘅家系，即係大衛王嘅父親，就好似乙烯會削弱成熟車厘子嘅果梗同樹身嘅連結一樣。唔服從、懷疑同恐懼，亦都會削弱我哋同耶西的本，即係同耶穌基督嘅連結，令我哋變得容易動搖同與主分離。即使我哋都保持忠信，我哋仍然必須抵禦誘惑，唔好俾我哋同耶穌基督嘅連結變得脆弱。喺教義和聖約裏面講到，甚至忠信嘅人都會獲賜警告，但是人也有可能從恩典中墜落而遠離活着的神。主繼續話：是的，甚至那些已聖化的也要留意。為咗避免墜落，主勸誡我哋，因此教會成員要留意並一直禱告，以免落入誘惑。有人或者會將呢個容易動搖嘅狀態同經文描述世人因自己行為而即將要承擔後果、毀滅嘅時機已經成熟嘅狀態畫上等號。呢段形容亦適用於更廣泛嘅層面，表示一種敗壞、腐敗或者衰退嘅狀態，造成容易崩塌同毀壞嘅結果。咁車厘子熟透代表啲咩呢？係咪代表我哋有可能去到一個我哋無法再改變嘅局面？唔係，我認為熟透係表示我哋會去到一個我哋唔願意再做出改變嘅局面。如果唔想令毀滅嘅時機變得成熟，解藥就係去做嗰啲會增強、鞏固我哋同耶穌基督連結嘅事。我先前提過，悔改引領以羅士獲得堅定不移的信心。悔改蘊含力量。我指嘅係定期、迅速同經常嘅悔改。納爾遜會長曾經教導我哋，對我們的個人進步而言，沒有什麼比每天經常潛心悔改，更令人解脫束縛，更使人變得高尚，更不可或缺的了。先知雅各教導，除咗悔改之外，我哋亦都要喺生活裏面留意神嘅手，尋求同接受啟示，同埋喺神對我哋講話嗰陣時仔細聆聽，咁會幫助我哋變得堅定不移。雅各亦教導我們查考眾先知的話，我們有許多啟示，也有預言之靈，有了這一切見證，我們才獲得希望，我們的信心也變得堅定不移。聆聽先知同使徒嘅話，同按照佢哋嘅邀請採取行動，能夠令我哋充滿希望、自信同力量，因此使我哋嘅信心變得堅定不移。我學到與神和好嘅渴望，仲必須伴隨住悔改嘅渴望。悔改同體驗耶穌基督贖罪帶嚟嘅祝福，能夠引領我哋獲得堅定不移嘅信心。而堅定不移嘅信心，又會燃點我哋想要一直與神和諧嘅渴望。呢個係一個重複循環嘅模式。各位兄弟姊妹，我邀請你哋透過耶穌基督嘅贖罪與神和好。我見證訂立同遵守聖約，能夠穩固我哋同救主嘅連結，令我哋毀滅嘅時機會變得唔成熟。我見證透過耶穌基督嘅贖罪而與神和好，能夠引領我哋獲得堅定不移嘅信心。我知道天父愛你同我，佢差遣佢嘅愛子耶穌基督嚟，
做我哋嘅救主同救贖主，同偉大嘅調停者。我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